據資料顯示咧，1953年，愛潑斯坦咧就出生於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嘅一個普通猶太家庭。中學期間咧成績優異，連跳2級，進入咗庫珀聯盟學院求學，但係咧只係讀咗2年就退學啦。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咧？冇人知道。而嚴格嚟講咧，淨係得高中學歷嘅愛潑斯坦咧，就憑住一張造假嘅學歷，竟然咧可以幫助到佢進入曼克頓最知名嘅私立高中道爾頓學院咧，係任教數學同埋常識。撰寫關於愛潑斯坦嘅一生，書名叫做《Filthy Rich》，骯髒的富有。Netflix 咧都有根據書咧係製作咗4集嘅影片。從作者帕特森睇嚟啦，或者係由嗰個時候開始，愛潑斯坦咧就誤以為人生係存在某一種嘅捷徑，亦都喺佢教書期間咧開啟咗愛潑斯坦發財之路，就係靠呃。喺佢教書期間咧，愛潑斯坦就注意到一名學生嘅爸爸咧就係美國投行貝爾斯登公司嘅高級合夥人艾斯格林伯格。格林伯格咧當時咧就係掌管貝爾斯登公司。喺格林伯格嘅介紹之下咧，愛潑斯坦就涉足金融界啦。1976年咧，雖然愛潑斯坦冇大學相關嘅學位，亦都冇喺華爾街工作嘅經驗，但係喺愛潑斯坦咧被貝爾斯登啱啱聘請為初級交易員，當時佢只係得23歲，做咗僅僅2個月之後，公司嘅人事部咧就發現愛潑斯坦嘅履歷有蹊蹺，但係嗰個時候咧，愛潑斯坦已經同 Lynn Greenberg 約會。咁大家聽 Lynn Greenberg 個名咧，就知道唔簡單啦，即係林恩格。聽個名大家都估到啦，就係貝爾斯登公司嘅高級合夥人艾斯格林伯格嘅女，認真犀利啊！就係咁啦。雖然愛潑斯坦被發現學歷造假，但係公司都冇開除佢，更加憑住佢出色嘅銷售技巧，越做越高級。去到1980年咧，即係用咗4年嘅時間，愛潑斯坦咧就成為咗貝爾斯登嘅有限合夥人。佢點樣離開貝爾斯登咧，都眾說紛紜嘅。有講法就話咧，佢接觸到嘅資金越嚟越多，佢開始覺得咧要從中分一杯羹，所以咧就自立門戶。但係亦都有講法話咧，愛潑斯坦做啲踩界嘅事，同貝爾斯登嘅利益相左，所以喺協議之下咧離開咗公司。咁聽到呢度咧，大家都大約感覺到愛潑斯坦咧就咁騙騙一路走嚟，都可以話咧係開咗掛咁嘅人生啊嚇！1982年咧，愛潑斯坦咧就自立門戶，成立咗愛潑斯坦財務管理公司，專為身價喺10億美元以上嘅富豪咧提供服務嘅。